市长罗秀燕一透早来到台中市花东和自强新村了解住户点高的状况，随后嘛参观两边的环境，对整体规划真满意。我刚才看到最满意是几乎每一间都是边间户，所以呢它的阳光充足，空气流通，然后房子真细讲哈，就房子是方方正正的哈，非常好起居。9日大地震了后，因为真侪原因，20多年来一直无法度登起。好佳才有组织基金会来协助，台中市政府和中央原民会来解决土地和公共设施的问题，才让因有机会当登建家园。非常谢谢我们的长官3任的市长能够一气呵成的，能够没有在计划案里面断掉，能够按照他们的启程。花东新村和自强新村伫去年底都已经完工，目前正在进行清点交厝的程序，未来举办一个正式入厝的启用典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